一句戏言，竟有人以命相拼。真心的话，反而被他视若无睹，让人如何会甘心作罢？云浅玉，你的命可真够大的，我倒要看看你有几条命。小姐，你还在为清婉公主的事伤神呢？问世间情为何物，只叫人生死相许啊！要我说，公主就不应该这样强逼世子。荣王和王妃那么早就不在了，世子的性格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变得非常冷漠，对谁都冷冰冰的。公主要是愿意假以时日，慢慢等待，说不定能守得云开见月明呢。少女，你谈过恋爱吗？恋爱？就是有没有喜欢的人？小姐，您就别打趣奴婢了。所以你不懂啊。要是真的喜欢一个人，怎么可能按捺得住啊？他越是推开那个人，就越是火烧火燎，最后就会飞蛾扑火。是这样的吗？嗯。总之啊，难受。对了，那个冰秧子换药了没？不知道他记不记得，我去看看。啊？难道这就是恋爱？冰秧子，你的伤口怎么样了？换药了没？让我看一下。3尺。我就站这么近了，怎么样？你还能把我赶出去不成？不该逞强的时候，就老老实实接受别人的帮助，不好吗？来，坐下。郡主，你不坐下，怎么方便我妙手医人啊？郡主不必费心了，在天上，没有人的医术比我厉害。切，你就别吹牛了，医者不能自医。你要是真的那么厉害，就你那老寒疾，10几年了也没见你治好。嗯，好了，躺好了。嗯。你这样子可不行，很容易感染的。每次上药前啊，都应该先做清创，要不然伤口老是长不好。好了，又睡着了。啊，你睡会吧，我先走了。算了，我陪你一会儿吧。主子用午膳了。啊！郡主、主子，你们……我们什么都没有啊！你不要乱想。你快给解释一下。贤哥，午膳做好了吗？
正好我也饿了，咱们去吃吧。你别光顾着吃啊，你先给解释一下。解释什么？你不要乱想啊，我们什么都没有。啊！老王爷，主子进女色了。来人，快把床单换了。死病秧子，我一世情欲都被你毁了。你听说了吗？你过来了，别说。贤哥，他们是不是误会什么了？误会多了就成真的了。什么真的呀？这确实是个误会。那是荣锦他……我明白，自然跟我家主子脱不了干系。这越说越乱。荣锦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！此事不可外传啊！郡主身份高贵，你传出去会影响他的清誉。当然，郡主的清誉就是我荣王府的清誉。主子你放心，以后把所有的人叫到院中，一定3令5申，谁敢乱嚼舌头，立刻打死。不是，哎，问你回来呀！喂，荣景，你这不是越描越黑吗？你倒是解释清楚啊你！我还有事，郡主请自便。喂，哎，你是故意的吧？你个黑心黑肺的！简直岂有此理，太过分了！我简直不想面对明天的太阳！求老天爷，让我一觉醒来就回到小潭山的温泉里。别上放着92年的拉菲，巴黎的甜点，佛罗伦萨的牛排，2世加在一起都快50岁的人了，竟然被一个古代人欺负成这样，简直太丢脸了！这个草包郡主，除了闯祸一无是处。原本是利用他去找卷宗，既然他找不到，何必还去敷衍？趁早打发了好。我自有安排。茶是刚沏的。小草啊小草，我什么时候才能回去啊？慕容府的冤案已经过去10年了，我却找不到任何线索。当年的知情人也所剩无几，真不知作何查起。是我愧对爹娘，愧对慕容家。这里是什么地方啊？荣府居然还有这样一片后花园。好痛啊！喂，你抓疼我了你！为何擅闯此地？啊？你以为我想来啊？还不是你大半夜的在这扰人清梦，要不然我早睡下了。深更半夜孤男寡女，郡主也不怕惹人非议？哼，我还没问你呢。上次那个血迹明明是你的，你为什么不解释清楚，要让他们误会啊？他们误会是他们的事。那我的清誉就不重要了吗？那是你自己的事，更何况以郡主名满京城来说，早就没什么清誉可言了吧？你，哎呀，解释几句又怎么样嘛？毕竟我是个女孩子，他们都在那笑话我。麻烦。真是不近人情啊！永远都是一副冷冰冰的样子。哼！站住！我再一次警告郡主，
今后请勿擅闯此地，否则我绝不留情。喂，你就这么讨厌我吗？没错。我给你一次改正的机会。哼，果然这才是你啊！既然你这么讨厌我，好啊，那我走就是了。反正呢，我现在学业也有进步，你呢也病着，正好我去向皇上姑父请示，以后不需要你来教我了，咱们师徒缘分到此为止。缘尽之前，能不能先送我出去啊？我迷路了。这也太黑了吧！我们要往哪儿走啊？什么都看不见。喂！有些人比竹子还没心没肺。什么人呢？怎么这么多萤火虫啊？真好看！我们可以踏光夜行了。你都不扶我一把吗？真是不把我当女人啊！不是，世界上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啊？郡主，郡主，你这要去哪儿啊？回家呀！啊，好端端的为什么要回家啊？没有为什么，就是不乐意、不高兴待在这儿了。让开！昨日主子才吩咐我们买了好多郡主爱吃的菜和肉呢，你这样就走了？鬼知道这个更年期综合症的男人在想什么，一天一变的。顺便你帮我通知彩莲一声，让他收拾收拾，打道回府。贤哥，主子，待人走后，你把这屋里屋外都撒上点粗盐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当我是鬼魅啊？当然不是，媚乃山精，姿容绝色，性情温婉，方能魅惑众生。郡主，你也太高估自己了吧？你，哼，不就是想赶我走吗？放心吧，这种寄人篱下的日子我也过够了。哼！哎呦，我的主子啊，你什么时候才能开点窍啊？死逼样的啊！解释一下会死吗？这么不讲情面，这么烦我，切！等我回到现代，我天天看帅哥，各种温柔体贴，谁稀罕住在你家？直男癌就是没救。秦兄，请。姜果然还是老的辣呀！若非里应外合，这宫里大戏如何唱得起来？难得有些人操劳，废了太子，那剩下的皇子，谁还能更获圣心呢？王爷，你的高见。太子在位时，秦兄是百般的维护。如今太子遭了殃，秦兄却闭门不出，撇得干干净净。莫非是秦兄心中早有人选了？这就如同船上的耗子，哪边浪高了，就往翘起了的船头躲，哪有个准数啊？老朽所求也就是一个容身之地，而你王爷才是运筹帷幄，决胜千里呀！哎呀，秦兄这么说可就虚伪了。
谁不知道秦兄当年一颗千年紫参救了皇后娘娘一命，从此秦兄才平步青云。怎么看都不像苟且度日之人啊！哎呀，只不过你我同朝为官，更应该齐心协力地为皇上办事，不要下朝之后还要这么勾心斗角啊！说起来，岳齐那边很不太平，不知三殿下能否应付得了呢？怎么，秦兄对岳齐那边也有兴趣？让皇上操心的事，哪一件我们不关心呀？哎呦，瞧瞧我这下棋的功夫，竟然忘记了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的道理。王爷，这一次你可是略胜一筹啊！差不多了，出！青锥啊，我们都离家太久了，好想母亲和月儿。现在终于有机会可以回去看看他们了。月儿，等我回来。好想回家，想家了。妈，到底在这个破地方还要待多久啊？胆子可真够大的，不怕我把你给炖了吃了？嗯，这是什么？这只鸽子又来了，这是比打鸣还要准时呢。你见过？嗯，它常来。常来？嗯。怎么了？啊，没什么。奴婢只是看到这个叶子，想起了奴婢的家乡。这不就是片普通的叶子吗？采莲的老家是在杨业城，这种叶子虽然哪儿都有，可是在杨业城这种叶子是全天下最多的。想家了。嗯。不日将回京。咦，这是谁啊？那就是说，很快要见面了。
小姐。小姐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这已经是第2次了，我再回不去，恐怕就要红颜薄命，命丧于此了。回不去？小姐，你到底要回哪儿去啊？我跟你说实话吧，我不是你们家小姐，我是一个来自21世纪的网络写手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莫名其妙的我就来到了这个地方，然后变成了你家小姐。那你不是我家小姐，那我家小姐呢？哎，谁知道呢？说不定正去了我的世界，吃香喝辣的呢。怪不得小姐失忆后总是说些莫名其妙的话。可我还是不敢相信。那是因为我根本就不是你们这个时代的人，我可是活在2020年的现代人。2020年？那得多远呀？好几千年以后的事了吧？好几千年？哎，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！你知道在我们现代你是什么样子吗？就冲你这服务态度和手艺，绝对是金牌保姆啊！包装一下还能成为豪门管家，高薪不说还有年假，混点人脉还能自己开店当老板娘，雇几个像你这样办事利索的，在家躺着就能赚钱。哪里像现在还缺什么卖身契，统统都是霸王条款作废。真的？那也太好了吧！哎，那这样说的话，你还真不是我家小姐呀。可是我怎么觉得你跟我们家小姐也太像了，连生活习惯、说话的样子都一模一样啊？是吗？那现在该怎么办呀？我觉得呀，一定是出现了某种时空错位，所以如果我能够回去现代，你们家小姐就能回来。那我能帮你什么吗？哎，在你们这儿，多少银子算得上是巨款？啊，对奴婢来说，1两银子就是巨款。你没明白我的意思？我是说，多大的数额，让所有人一听就觉得，这件事情无论是死是活，我都要试一下。10万两。那就10万两。什么？小姐，你要跟4殿下借钱？对啊，总不能从家里拿吧，也不得把我腿打断。那倒也是。哎，这个4殿下财大气粗，人又仗义，10万8万肯定不在话下。对，4殿下是皇子，肯定比咱们有钱。让我们进去！干什么？吵什么吵什么？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吗？把钱给我们！钱？什么钱啊？欺负4殿下花钱没数啊！4殿下派我们去修大营，答应多给我们10两，钱呢？拿钱来！10两？别说10两，1两都没有。什么？唉，你们在这弄了半天，这4殿下在家里也做不了主。小姐，你到底还差多少钱呀？我身无分文，你说我还差多少？我倒是知道一个能做主的人。彩莲，你知道我是被荣景赶回去的吗？知道。那你还要我来？这不是颜面扫地吗？这是有点丢人，可是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呀。算了，跟雪花银子比起来，脸皮呢确实算不了什么。主子，云郡主在外求见。主子迫不及待要和云郡主幽会去喽，是不是可以给我们准个半天假，好让我们也偷到夫人半日闲啊？想得美！哎，你过来，我这衣服是不是该洗了？主子，你不会又要换衣服吧？主子，你不出门了？进屋更衣。哎，难为悦己惹戎，主子这洁癖之症，日后怕是更严重了。
主子太帅了，别说郡主，我是女子，我都放心安许。主子，祝你和云郡主幽会顺利哦。多舍。哎，小姐，哎呀，金世子，这是要出门呐？天气这么好，这是要去哪儿啊？我自有我的事要做，云郡主有何事吗？其实也没什么事。有事儿，小姐想向您借钱。借钱？多少？不多不多，10万两。区区10万两，我们荣王府有的是，对吧，主子？真的。荣王府别的不多，就是钱多，但是不借。啊？哇，你不是首富吗？怎么这么小气啊？怎么，四殿下不肯接近你？我本来是想去找他的，谁知道他自己家都揭不开锅了。原来我荣王府只是备选啊！你要这些钱做什么？借就借啊，问那么多干嘛？你拿了我的钱，我连问一句也不可。好吧，你知道的，我其实就是想重金悬赏找到那几个宝贝。郡主还惦记着宝贝呢。哎呀，你就告诉我借不借给我嘛？郡主要这些宝贝，一定是有什么急用，你说说我听听，兴许我能帮助郡主一臂之力。我告诉你，你可别被吓到。其实，我不是你们这里的人。就是说，我必须要找到宝贝，才能回到我的世界去，然后找到那个穆小七。找穆小七？啊？之后又如何？哼，当然是把他揪出来，好好伺候伺候他。10万两买他一面相见，郡主重情厚义，果真是令人慨叹啊！啊，你到底借不借呀？想要银子就跟我来。你先回去等我。景世子，景世子居然约云郡主单独出来吃饭。哎呦，景世子，景世子居然让女人靠云郡主，找个雅间。好好，二位请，楼上请，请来。这里都是醉香楼最好吃的菜，景世子，你快尝一尝。酸了。那，哎，你尝尝这个，这个我刚吃的，特别好吃。这个太咸。喂，你尝都没尝就说咸，找事情啊？好吧好吧，那你尝尝这个吧，这个呀可是他们这儿的拿手好菜。甜了。喂，我告诉你，要不是为了你那点破银子，我才不会对你百依百顺嘞。你也别太得寸进尺了。这流言啊，能杀人。幸亏女娲庙之事没人知道，否则怕是更没人敢娶你了。没人娶就没人娶呗，又不用操心，反正我也不会嫁给你。哼，我没有别的意思啊。只是不知郡主为何这么说。哼，就你这破身子板儿，指不定哪天就面朝黄土背朝天了。我这年纪轻轻的，干嘛就要嫁过去当寡妇呀？再说了，如果我嫁人，也要嫁个身强力壮的呀。我干嘛要嫁给一个像你这样病歪歪，连路都走不动的？哼，要不然过了门，我还得伺候他。我身体到底怎么样？你要不要试一试？你发什么神经啊？你放开！说呀，怎么不说了？刚才不还说的挺起劲的？放心，今天没人会打扰我们，可以放心大胆的说。我错了，我知道你身体好得很，我不敢拿你的身体开玩笑。您大人有大量，饶了我这次吧。刚才不是说的还挺起劲的吗？现在怎么说怂就怂了？
们孤男寡女共居一室，我的名声坏了就坏了，反正也不怎么样。可景世子您是正人君子，是天生第一奇才，高冷绝艳，冰清玉洁，纤尘不染，不可侵犯。云端。云端高雅。都说不能为了五斗米折腰，为了这点银子，我可是差点失身了。哼！区区小国，竟然敢以下犯上，起兵叛乱。朕很好奇呀，这乐齐之主到底存的什么心思？陛下息怒，乐齐兢兢业业，朝拜我国多年，这其中必有问题。陛下，夫丰寿之地，亲于清平之末，我们不可不察。三殿下镇守乐齐边塞多年，对边塞的民情那是了如指掌。臣提议，不如让三殿下领兵镇压，以此防患未然呢。冷王爷此言差矣。三殿下戍守边关多年，对朝堂之事不甚了解。此事有关国家邦交，交由三殿下，怕是会中途再起变故。况且三殿下仅凭一己之力出兵，万一出现了什么问题，你我担待得起吗？陛下，景世子求见。宣。是。参见陛下，这是臣近几日的奏折，恭请陛下预览。平身。谢陛下。二位爱卿啊，你们觉得让景世子带兵去协助老三如何呀？皇上，臣以为，世子大病10年未出，现在身体刚刚痊愈，这乐齐的极寒之苦，恐怕世子他受不了啊。荣爱卿，你以为呢？臣惶恐，不知陛下有何差遣？景世子，秦都关何事？景世子，你真的要去乐齐吗？是。乐齐乃蛮夷之地，连年战乱，此时又正在下雪，毒物瘴气甚多。你的身体向来不好，此去要多加小心啊。多谢秦都关提点。倘若秦都关没有别的事情，在下先告辞了。景世子，景世子，这是我给你求的平安符，你戴上吧。多谢秦都关的美意，只是在下向来不相信鬼神，心不诚，反而是对神的不敬。这个平安符，还是留在秦都关身边为好。景世子，这是……告辞。真是弄巧成拙呀！半路上竟然引来一个荣请，他一出现，恐怕会坏事。去通知三殿下，让他留意此事。父王放心，儿臣定当办妥。
我会想尽办法让景世子到达不了乐齐的地界。不过儿臣觉得，若是想让三殿下尽早回朝，还有一个人可以帮到忙。谁啊？萧妃娘娘。萧妃娘娘独居冷宫多年，只是不知道皇上是否心中还念着旧情。若是还有愧意，三殿下自然能早日归来。皇上是个多情的人，时隔这么多年，也该心软了吧？10万两，这下辈子都够花了这。哇，还有功夫聊天，赶紧回家瞧瞧吧。对，走。哎，看我的，看我的。大哥，你这是龙吗？是啊，你瞧，多威武的一条龙啊！你这根本就是一条虫嘛！哎，下一个。哎，我的。哥们儿，我说了是玉扳指，玉扳指，拿个银的干什么？都是扳指不就行了吗？哎，去，看我这个，我这肯定有，这么多，你瞧瞧。哎，我这是上好的扳指。我说了，稀世珍宝，世间罕见，你居然给我打包批发，还都是网上淘的 low 货。哎，我告诉你，他说什么？你还不如把你7大姑8大姨的全都打包送过来算了。这么多里面肯定有。拿走，下一个。哎，这是你要找的吗？哎，不是。啊，到底还有多少啊？眼睛都快看瞎了。小姐，这玉扳指也算是常物，每家至少都能掏出好几个。咱们这样真的能找到吗？那怎么办啊？哎，不是，他们在干嘛？不知道啊。走，我们也去看一眼。传说这几件宝贝都有不同的法力，能跨越时空，连通古今。其中有个玉扳指，灵性很大，而且说书人，这个玉扳指上哪儿找啊？天机不可泄露。哎，快，跟我过。这玉扳指啊，阴煞极重，越其严寒之地，最易寻觅。你这太能诓骗了！边疆有几个不是严寒之地啊？退钱！干嘛？我都告诉你们了。我问你，乐齐到底怎么走？有线索总比没线索强，想办法去。走。大人，由你去绊住龙井，这样才是最好不过。玉扳指，就是这个。乐齐啊，怎么样才能去乐齐啊？小姐，青暖公主和4殿下来了。哎，叶姐姐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叶姐姐，父皇要派景世子去乐齐了，你有没有什么东西要送给三皇兄啊？三皇兄？啊，你不记得三皇兄了？又不是你去，瞎操什么心啊？哎，你看说什么？有人要去乐齐？我听说乐齐这次突然起兵，父皇要派景世子过去镇压呢。景世子去啊？也不知道他那边是否一切安好。我听说乐齐特别冷，而且还在飘雪呢。他有和你提过吗？他为什么要和我提啊？乐齐那种蛮夷之地，飘点雪有什么稀罕的？何况三哥常年驻守边疆，行军打仗，身体好得很啊。算起来，萧妃娘娘在冷宫都待了7年了呢。萧妃娘娘又是谁啊？她是三皇兄的母妃，长得可漂亮了。那为什么会被打入冷宫啊？这个我也不太清楚，好像是7年前她冲撞了父皇，然后父皇一怒之下就把她打入冷宫了。唉，果然是红颜未老恩先逝，无情最是帝王家。哎呀，小丫头，不要说这些了，我们去找点乐子吧。